我哋也會為鄉親來了解也八代地主一年對客家嘅貢獻咯。是每日來看呢係終身貢獻獎。苗栗縣呢地方上最有名嘅太魯成運動，一路得到也八嘅終身貢獻獎。成運動幾十年如過10萬，睇研究客家人族群方面嘅研究，同時喺報道文學上也具有成就，也做過中學嘅校長、國體代表、校委會委員，對客家文化嘅創業同貢獻，唔是講都非常大嘅。初到自家最熟嘅書坊度，青運動當詞材，幾十年專門研究客家族群嘅文化老年，佢對客家文化領域有當高嘅地位。佢係苗栗行業做過校長、國體代表，報道文學方面就要當過選潮。禮拜得到苗栗縣政府推薦參加客家貢獻獎，得到咧終身貢獻獎嘅榮耀。第一隻資料難，第二隻亞良性化工一股大牛，這個土地這個獎咪因為政府頒下獎本來係可以講客家研究嘅最高獎當然係非常嘅高興啦。年嘅收藏，年嘅創作，青運動20年完全貢獻本地方文史老人文研究，客家族群嘅大細事情，都係佢挑攞地圖嘅專長。講到禮拜得獎最上係感謝人，佢講佢做研究幫助最大嘅係來自設計不一。所以睇書是資料嘅整理熟悉嘅度做唔來㗎，佢真正寫㗎好，趕出書㗎好，當佢寫到生命點一點是有嘅嘛。如果那樣佢咪睇書睇，佢做得多睇剪睇疊等等啦，自己照顧家庭嘅維持也一家一戶冇人組織做唔得啦。拍嘅跳那麼大下，抗年過年嘅聚會，對客家語言、文化、歷史老故事，佢都做研究。雖然講淺薄嘅身體唔舒爽，我用心復健之後，過一擺最深度地方嘅文史研究，你也很多解釋，人物傳記，完全冇按說而聽下來結困。我就要求各位各界嘅朋友繼續諮詢提供資料提供可以始終繼續可做研究工作。可能將完全嘅南莊向鄉志青運動處理客家人嘅角色，將南莊原住民嘅客家強化大地方特色，透過文史展現出來。添下來嘅人生節節是當從幾禮拜得到客家貢獻獎嘅乾天強獎，取消嘅奉獻本客家。客家新聞中居民苗栗報道。